感謝有希望繼續來關心數發部今仔嘛家電新購科技業者推出 AI 轟炸警示的新功能，未來民眾若使用到可能是詐騙的網站，就會有警示，網購當來減少民眾防詐騙的風險。交給台灣對異樣的捌打送予民眾，數發部測試佇個記者會公開表揚通報上萬件網絡詐騙的民眾，做伙講到所謂犯罪。同時協力棒打詐騙。不過，干那靠民眾通報，主管機關審查甲處罰，恐驚真惡應付 AI 時代的詐騙模式。對此，數發部甲電信科技業者推出轟炸警示新功能，讓民眾佇上網絡連到詐騙網站的時，會當即時看到警示的畫面。透過這個 API 通報給數發部，接到這些情資以後，我們一樣用 AI 的方式來做相關的這些研判。過去詐騙網站對互人發現到通報予數發部的網絡詐騙通報查詢網，要閣透過行政處分的流程，才會當進行封鎖。不過有的案件真複雜，需要幾啊點鐘進行確認。詐騙集團就利用這個空隙，繼續騙民眾輸入個人資料，也是轉銷付錢。不過即馬引入 AI 了後，判圖及時警示，甚至是通報，只需要無甲1秒的時間，會當佇行政處分確立進程，趕緊甲互人詐騙的民眾炸落來。數發部統計，2025年所謂打詐的成效，目前社群平台甲詐騙廣告落價，平均需要開3點半鐘，而且處理的時間有可能更較短。我們必須擴大我們的民間掃描的好人隊，希望更多的 AI 量能可以挹注到通查網，讓通查網可以有更高的視野，發掘更多的詐騙訊息。詐騙資訊警示系統的業主嘛，坦白講，公部門提供證據，民間企業提供技術服務，比起雖然做雖然係更較有效。嘛，呼籲愛繼續公私協力，打造全面參與的轟炸生態系。記者綜合報道。